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我係你哋下一個科目社會科嘅老師，你哋將會進行一個叫做多數決嘅遊戲。遊戲規則好簡單㗎咋，即係以少數服從多數作為計分嘅方法。8位同學，你哋要留意啦，你哋要依照學號進入8個獨立嘅空間。而你哋面前會有一部耳機，而耳機下面呢，分別有2個掣。遊戲開始嘅時候，請你哋戴上耳機，系統會隨機播出20題選擇題，你哋需要喺10秒內作出選擇，紅色掣或藍色掣作答。如果唔能夠喺10秒之內作出選擇，將會被當作棄權，而棄權者電腦將會幫你哋隨機選擇，而每條問題完結之後，耳機將會播出少數者嘅學號。大家要聽清楚得分嘅例子啦，8個人當中5個撳咗紅色掣，3個撳咗藍色掣。咁撳紅色嘅多數者就會加分㗎啦，而呢8個嘅人選擇係一樣或者出現平手嘅情況，咁呢，全部人都唔會加分嘅咧。勝出一條題目加5分，最高呢就得到100分。喺遊戲結束嘅時候，如果你嘅總分能夠啱啱好得到50分嘅話，將會額外有50分嘅獎學分，但係當有2個或以上同樣得到50分嘅話，獎學分制度將會取消。嗱，各位同學，當鐘聲響起之後，你哋要進入下一個課室㗎啦，知唔知道？Enjoy the chicks the game。